約書亞記第23章。耶和華使以色列人安靜，不與四圍的一切仇敵爭戰，已經多日。約書亞年紀老邁，就把以色列眾人的長老、族長、審判官並長官都召了來，對他們說：我年紀已經老邁，耶和華你們的神因你們的緣故，向那些國所行的一切事，你們親眼看見了。因那為你們爭戰的是耶和華你們的神。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國，從約旦河起到日落之處的大海，我已經拈鬮分給你們各支派為業。耶和華你們的神必將他們從你們面前趕出去，使他們離開你們，你們就必得他們的地為業，正如耶和華你們的神所應許的。所以你們要大大壯膽，謹守遵行寫在摩西律法書上的一切話，不可偏離左右，不可與你們中間所剩下的這些國民摻雜。他們的神，你們不可提他的名，不可指着他起誓，也不可侍奉求拜，只要照着你們到今日所行的，專靠耶和華你們的神。因為耶和華已經把又大又強的國民從你們面前趕出，直到今日，沒有一人在你們面前站立得住。你們一人必追趕千人，因耶和華你們的神照他所應許的為你們爭戰。你們要分外謹慎，愛耶和華你們的神。你們若稍微轉去，與你們中間所剩下的這些國民聯絡，彼此結親，互相往來，你們要確實知道，耶和華你們的神必不再將他們從你們眼前趕出，他們卻要成為你們的網羅、機檻、肋上的鞭、眼中的刺，直到你們在耶和華你們神所賜的這美地上滅亡。我現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，你們是一心一意地知道，耶和華你們神所應許賜福與你們的話，沒有一句落空，都應驗在你們身上。耶和華你們神所應許的一切福氣，怎樣臨到你們身上，耶和華也必照樣使各樣禍患臨到你們身上，直到把你們從耶和華你們神所賜的這美地上除滅。你們若違背耶和華你們神吩咐你們所守的約，去侍奉別神，叩拜他，耶和華的怒氣必向你們發作，使你們在他所賜的美地上速速滅亡。